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最近文化部计划要甲安平古堡正名，毋是要甲园区改名，是要甲法定文字古迹小甲正名做日兰家堡。也毋过嘛引起到网友会甲真热。有人认为讲古早叫做王城、安平城，拢已经叫甲真煞脆嘛，惯死惯死。一块出名台语歌名叫做《安平追想曲》，大家嘛已经足熟啊。敢讲要改名做日兰遮追想曲，文化部是讲一般民间的称呼也是未改。闹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《老台语讲新闻》，我是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若是有到台南去佚佗，应该拢会顺续去游览安平古堡。安平古堡咧，即卖历史已经有差不多400年啊。毋过即卖文化部就讲，想要甲安平古堡这个古迹改名变成日兰城堡，这消息出来了后，伫网络上有人讲安平的追星曲是毋是嘛要改名变做日兰遮追星曲咧？来介绍安平追星曲是一首最有名的台语的歌曲，内面有一段歌词是安尼写的：心情微红长阳光，风吹金发丝真浓，受人尽好往，音信全无通。伊是行船渡风浪，放阮进南岸，心情无地讲，相思寄着海边风。海风无情笑阮憨，伊是错乱心茫茫。安平追星曲这首歌其实是在形容一段较悲伤的爱情的故事。伊伫1951年的时阵创作出来的。这故事咧，就伫清代有一个台南安平港一个生意人的查某囡仔，伊查某囝呢，甲一位荷兰的医生谈恋爱，谈恋爱了后呢，两个人就有生有查某囝，毋过这荷兰的医生呢，竟然甲这个查某人甲放杀。这查某人就伫台南安平港一直等，毋过等无伊的爱人倒转来。这查某人就家己甲伊的查某囝来生落来，无想到这查某囡仔大汉了后，甲伊的妈妈共款，拄着一个查甫人，而且佮叫伊的爱人共款来反背，妈妈甲伊的查某囡仔共款拢爱毋着人，而且呢，伫一段歌词内面，我们会使看到安平的地方的特色，亲像即句是“伊是行船渡风浪，佮有相思寄着海边风”，因为伫安平这个所在透西南风，西南风风真好，海域嘛真大，所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安平这个所在伊的天气的状况。接来，阮来介绍一个最有名历史的古迹，就是日兰遮城。日兰遮城呢，佮叫做安平古堡、台湾城、王城，足侪称呼。伫1624年的时阵，荷兰人伫台南起的，是台湾第一座的城堡。荷兰人甲这个所在当作是统治的中心，地心讲嘛捌住伫遮。为虾米安平古堡爱改名变做日兰城堡？因为安平古堡有两个所在是国家认定的古迹，第一个就是安平古堡的古迹，就是足久以前留落来一个壁，其他一部分古迹嘛是共款留伫个内面。毋过这两个古迹呢，共款拢是日兰遮城的一部分，所以文化部就决定讲，会使甲这两个所在合起来，叫做日兰城堡。荷兰人呢，对阮台湾话影响嘛真大，亲像日兰遮城，其实就是搁早以前的荷兰文“日兰遮”，日兰遮的意思本底就是伫海内面的一块土地，所以咧，日兰遮城这个名就是直接用台语来翻过来。迄时阵汉人因为看到荷兰人伊的头毛的色是红色、是金色的，所以全部甲荷兰人有关系的事，拢会看到有红毛还是有番仔。亲像以早因就叫荷兰人叫做红毛番，空古里叫做红毛头，用来起火的物件就是番仔火。即马咧讲的比率，其实嘛是足久以前的荷兰文比率安尼转变过来的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马甲镜头向右移动主播。